好，大家好，依家咧喺木雲左岸一座高層向昂河車輛段方向影去，大家見到係所謂講嘅廖田路，喺車輛段嘅側邊嗰條路咧已經係一半起好咗啦，係都係柏油路嚟嘅，係4線雙向行車嘅，大家見到。而家有架田螺車喺度，你見到個車同埋馬路闊度嘅比例，呢個係一定係4線行車嘅道路嚟嘅。其實佢嘅正名係昂鵝路，係深圳地鐵負責興建嘅，而家已經起咗半啦。去到呢度停咗啦，要等徵收民房屋先可以繼續同惠州呢邊對接。惠州會起圓湖路嘅接落去李屋路嗰節嘅道路，大家見到仲未開工嘅，等徵收農民屋先至可以開工，係惠州政府負責呢度由圓湖路去到李屋路。好，講到呢度啦。